金管会新主委潘金龙早起嘛去立法院财委会报告，主委是表示讲，未来金管会会注重金融市场的安全甲发展。针对咱国内虚拟资产平台的监理问题，伊讲虚拟资产专法已经的研究了，上近9月就会出报告。金管会嘛甲司法部、佮内政部、甲法务部做伙来防止诈骗。正大保险系学者出身的新任金管会主委潘金龙，在就任的第3天，头一届去立法院财委会报告业务，我该好奇伊的心情，敢会真紧张？不会，但心情大概早已经准备好了。对，好，这是平常心。对。针对金管会期待，潘金龙希望未来会当打造安全甲发展平衡的新金融市场，而且为6大核心的面向推动各项的措施。嘛，伫金管会会内增设金融市场发展甲创新处，来强化金融科技发展，放定法规，推动台湾成做亚洲资产管理中心。针对国内虚拟资产平台监理的问题，潘金龙讲，虚拟资产专法已经外包做研究，上近9月份结果就会出来。所有银行不能做的，它通通都能做。那你怎么办呢？我们也在收集各国对融资公司管理的这个内涵呢，我们也考虑演绎未来的这个是否有要以专法来管理的可能性呢？专法还没出来，那怎么规范它？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请他们这个虚拟资产业者，他们今年会成立一个工会，那我们会去指导他建立他们的自律规范。潘金龙强调讲，就算即嘛无专法，不过虚拟资产业者今年6月会成立工会。伫专法立法进程，会想用自律规范的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。金管会对掠诈骗是真重视，已经甲司法部、内政部、甲法务部合作，要来阻挡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